文化部要提供6亿予公司制作优质的艺术节目，嘛帮讲若提供艺术好的影音内容，嘛通带动影视产业的发展。公司要卖伫明年的8月成立一个专门的艺术频道。今仔行政院长陈建仁和文化部长苏德嘛做伙来宣示启动这个计划。囡仔节目的主角嘛会使讲是陪伴囡仔大汉的头一个好朋友。进前有人会怨叹讲台湾儿少节目上少，未来各大儿童台会当搁加一台啊。恭喜儿少奔放前行。文化部透过5条计划投入6亿，希望公司会当制作优质的儿少节目。未来公司儿少频道成立，政府希望会当顺这个势，带动媒体业对儿童戏剧甲节目的重视，进一步互国内优质的儿童节目会当甲国外相比拼。那我也希望我们未来公视儿少的节目，慢慢的能够跟全世界有很好的接轨，因为孩子的节目。往往你不要听得懂他的语言，也知道他在演什么哈。公共电视的概念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现在已经是一个跨平台的概念，已经不只是电视频道的概念，它必须是一个产制中心的概念，它必须是跨族群、跨语言的概念。因为有文化部资金的支持，公司3台未来会以跨平台、跨族群、跨语言做核心的理念，转型做儿童台，按算明年8月份正式播出。除了电视频道以外，即摆的囡仔拢看手机甲平板较侪，所以节目也会伫网络平台放送。在节目内容上，不是只有这个华语、台语、客语以及原住民族语。我们还有新加入新著名的语言。因应未来频道的节目规划，公共集团也要向外扩大定案，希望各界想要投入儿童节目的动画制作人才，同齐来拍拼，做出有教育性、娱乐性、好看、阁有料的囡仔节目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。